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花坛的急难救助会，整理民众捐赠寄付的爱心物资，结果发现，唔但有烂金蕉，有生菇的衫裤，有歹去的电器，甚至阁有办丧事底穿的乌衫白裤，甲老大人的旧衫鞋，互社工是真无奈。社工来呼吁，讲这个爱心捐赠是捐会当使用的清气的物品，唔通甲救助会当作是粪扫场。烂水果、买顶的电器、甲生菇的衫，也阁有疑似松类穿的乌衫白裤，这拢是民众捐来帮忙分类的社工真感叹，讲这所在敢是资源回收场嘞。里面还有一套那个过往老人家在穿的那个衣服，丧礼的东西本来应该就是说放旧衣回收箱。这毋是资源回收场，是中华花坛急难救助会。实际上，民众捐来物件经过分发，每当会当帮助大约300名，加收一户独居或者清寒的民众。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，但社工发现最近收到真侪粪扫。应该你来摕一寡会用的人看用品，互人啊。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那个不是去捐，反而是给社福单位的一个的侮辱。把粪扫当作爱心物资，浪费救助会人力甲时间，这帮助人的好意嘛变掉啊！